秦始皇一生都冇立過邊個做皇后，卻為咗一個女人修建咗史上最大嘅宮殿，一座用70萬條人命堆砌出嚟嘅豪華宮殿。呢個女人臨終之前苦苦哀求秦始皇放過百姓，俾天下人歇一歇，卻俾秦始皇拒絕咗。呢個冷酷嘅男人轉頭就捉咗70萬人，用呢個女人最痛恨嘅方式去紀念佢。呢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女人，可以令暴君瘋狂到用成個江山去殉葬？歡迎嚟到枕住講古。今晚我哋嚟講一個或許根本唔存在，但歷史卻無法將佢遺忘嘅名字——阿龐女。喺我哋嘅印象入邊，秦始皇嬴政係橫掃六合嘅冷血君王。但佢卻留下咗中國歷史上最宏大嘅廢墟。呢座廢墟究竟係為咗金屋藏嬌，定係一座巨大嘅關於悔恨嘅紀念碑？接落嚟，請揾一個舒服嘅姿勢，等我哋一齊進入今晚嘅故事旅程。故事嘅起點喺今日陝西西安西郊一片黃土台基上，1000多年之後。詩人杜牧企喺廢墟前感慨咁講：當年嘅阿龐宮覆壓300餘里，隔離天日。然而呢一切輝煌喺公元前206年嗰個冬天戛然而止。當西楚霸王項羽攻入咸陽嘅時候，佢手中嘅火把點燃咗呢場大火。史書記載，嗰係楚人一句可憐焦土。據講，大火足足燒咗3個月，未燒盡嘅煙塵遮蔽咗關中嘅天空。火焰吞噬嘅唔單止係昂貴嘅楠木搶柱，更加係一個關於等待嘅漫長承諾。呢度藏住一個巨大嘅歷史玩笑。喺古秦語入邊，阿龐呢2個字讀作阿龐啊，意思可能只不過係靠近山丘嘅地方。又或者係形容建築闊似阿龐嘅樣式，佢只係一個冰冷嘅地理坐標，又或者一個枯燥嘅建築術語。但喺1,800年嘅口耳相傳入邊，百姓們固執咁認為嗰一定係一個女人嘅名字。點解？因為人們無法接受一個帝王嘅心入邊真係只有權力嘅方圓呢？或許係命運最大嘅諷刺。歷史上最殘暴、最理性嘅皇帝身後留下嘅最大廢墟，卻被後世硬生生賦予咗最感性嘅浪漫色彩。或許阿房女並唔係一個有血有肉嘅實體，而係嬴政人性入邊殘存嘅最後一點倒影。等我哋將時間嘅指針用力撥翻去2200多年。公元前259年嘅趙國邯鄲唔係一座城市，而係一口巨大嘅沸騰住怨恨嘅鐵鍋。如果你企喺嗰年冬天嘅邯鄲街頭，你會發現呢座城市瀰漫住一種奇怪嘅味道。嗰唔係炊煙嘅香氣，亦都唔係市集嘅喧囂，而係一股揮之不去嘅陳舊鐵鏽味。嗰係血喺泥土入邊乾涸咗好耐之後散發出嚟嘅氣息。就喺1年前，秦國名將白起喺長平之戰入邊坑殺咗40萬趙國降卒。請注意係40萬，呢意味住此時此刻嘅邯鄲城入邊幾乎家家大校，戶戶都有號聲。每一個行喺街上嘅趙國女人都失去咗丈夫，每一個喺泥地入邊打滾嘅細路都失去咗父親。呢座城市唔單止悲傷，而且仲係憤怒。呢種憤怒就好似高壓煲入邊嘅蒸汽，急需要一個出口。而喺呢個節骨眼上，命運俾邯鄲人送嚟咗一個完美嘅出氣袋。嗰個住喺松台之下，早就破敗不堪嘅宅院入邊嘅幼年嬴政，佢嘅名字叫趙政，亦都係後來嘅嬴政。我哋好難想象一個幼童嘅世界會係地獄模式，但對幼年嘅嬴政嚟講，
世界就係由口水、石頭同惡毒嘅咒罵組成。佢嘅父親異人，亦即係後來嘅秦莊襄王子楚，嗰個喺政治投機入邊被呂不韋當成奇貨可居嘅秦國公子，喺秦軍圍城嘅前夕拋妻棄子，倉皇逃返秦國。父親為咗皇位逃走咗，留下年幼嘅兒子嚟償還成個國家嘅血債。喺邯鄲人眼入邊，呢個名叫趙正嘅男仔就係秦國呢個抽象魔鬼嘅具體化身。佢係禽獸，係孽種，係每一個趙國孤兒都想用牙齒撕碎嘅對象。每一次出門迎接佢嘅唔係鄰里嘅問候，而係由暗處飛過嚟嘅爛菜葉，甚至係包住石仔嘅泥塊。就在咁樣一個充滿敵意嘅午後，故事嘅另一個主角悄無聲息咁登場咗。喺呢個版本嘅故事入邊，我哋唔叫佢嗰個虛無縹緲嘅阿房，我哋叫佢採藥女。嗰係喺邯鄲城郊一座廢棄嘅女簫廟旁邊，啱啱遭到一班大細路圍毆嘅刑證，好似一隻受傷嘅小狼，蜷縮喺神像倒塌之後嘅陰影入邊。佢嘅膝頭被尖銳嘅瓦片劃開咗一道深可見骨嘅傷口，鮮血將嗰條本來就唔合身嘅污糟邋遢嘅褲腳浸到濕晒。佢冇喊，佢知道眼淚喺趙國係最廉價而且最冇用嘅液體。佢只係死死咬住嘴唇，眼神入邊透出一股同年紀極唔相稱嘅陰黌，手入面緊緊攥住一塊磨尖咗嘅石頭。佢喺度等嗰班人追上嚟，然後就算係死都要咬斷其中一個人嘅喉嚨。但佢等到嘅唔係拳頭，而係一股淡淡嘅草木清香。一個背住若眉嘅女仔撥開咗荒草，佢睇落比嬴政大幾歲，着住粗麻布衫，袖口挽得好高，露出因為長年採藥而被荊棘劃滿細痕嘅手臂。佢見到咗嗰個渾身係血嘅男仔，按照常理，作為一個趙國人，面對呢個秦國質子，佢應該轉身就走，又或者好似其他人一樣補多一腳。畢竟佢嘅家族或許亦都有人喺長平坑殺入邊屍骨無存，但佢冇咁做。醫者嘅本能壓過咗國仇家恨。又或者話喺細路嘅世界入邊，痛就係痛，冇秦國嘅痛或者趙國嘅痛之分。佢蹲咗落嚟，卸低背衄，嬴政猛然揮舞手中嘅石頭，喉嚨入邊發出野獸般嘅低吼。女仔並冇被嚇退，佢只係平靜咁望住佢，嗰種眼神既冇恐懼，亦冇憐憫，只有一種好似見到一株折斷咗嘅草藥般嘅無神。你仲流緊血，你會死噶。佢嘅聲音唔大，帶住邯鄲口音嘅軟糯，卻有住不容置疑嘅力度。佢從窨入面翻出幾塊生到好似生薑一樣嘅根塊，嗰係白州，一種喺嗰個時候非常廉價，但卻極難揾到嘅止血草藥。佢熟練咁用兩塊乾淨嘅石頭將白痴搗爛，嗰種黏稠嘅汁液混合住草腥味，瞬間充斥咗嗰個狹窄嘅空間。當冰涼嘅藥泥敷上滾燙傷口嗰一刻，嬴政失縮咗一下。嗰係佢出世以來第一次由別人嘅手上感受到痛以外嘅觸覺，嗰種痛感帶住一絲清涼，好似一雙溫柔嘅手按住咗佢正在沸騰嘅血液。呢個係白粥，可以將肉黐翻埋一齊。女仔一邊包紮，一邊低聲講道：你就係嗰家被人掉低嘅秦國人吧？嬴政嘅肌肉瞬間繃緊，唔好喐。女仔按住咗佢條腿，順手又從北入邊掏出一把曬乾嘅茜草根。呢一把俾你，下次俾人打咗，
嚼碎佢吞落去就唔會吐血。喺嗰一刻，呢座廢棄嘅女簫廟成為咗兩個世界嘅交匯點，一個係相信力量、報復同征服嘅未來君主，一個係相信治癒、寬恕同修補嘅民間醫侶。呢種善意並唔係冇代價，喺嗰個特殊嘅年代，善意係需要冒住生命危險嘅。我哋可以喺腦海入邊保存嗰個畫面，當女仔扶住跛腳嘅嬴政行出破廟嗰陣，幾個路過嘅趙國婦人投嚟咗點樣惡毒嘅目光。嗰個係老李家個丫頭吧？點解會同嗰個秦國葉種混埋一齊？呸！真係丟盡咗趙國人嘅面，都唔驚半夜啲死去嘅冤魂嚟索命。嗰啲閒言閒語好似刀仔一樣飛過嚟，嬴政早就習慣咗，佢只係更加用力咁捏實咗嗰塊石頭。但佢轉頭望咗一眼身邊嘅女仔，女仔塊面脹到通紅，但佢冇鬆開扶住佢嘅手，只係將頭埋得好低，腳步卻冇停低。呢係一種沉默嘅背叛，為咗救助一個具體嘅人，佢背叛咗自己族群抽象嘅恨。對幼年嘅嬴政嚟講，呢唔單止係一次救助，呢係一次世界觀嘅地震。喺佢短短幾年嘅人生經驗入邊，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只有兩種：欺凌同被欺凌，殺戮同被殺戮。佢嘅母親趙姬呢個時候正周旋喺各色男人之間，用身體換取喺呢個敵國嘅生存空間。嗰係一種充滿算計同絕望嘅愛，而眼前呢個女仔提供嘅係一種毫無邏輯、毫無回報嘅善意。佢圖啲乜嘢？圖佢呢個隨時會被處死嘅質子可以俾佢榮華富貴咩？顯然冇可能。呢種無條件嘅愛，好似一束極細嘅光，刺穿咗嬴政頭頂嗰片厚重嘅烏雲。佢冇即刻驅散黑暗，但佢令黑暗顯得更加刺眼。喺隨後2年入邊，呢種秘密嘅會面成為咗常態。或許係喺某個發毛嘅牆角，或許係喺邯鄲城外雜草叢生嘅亂葬崗邊，嗰度生住最好嘅草藥。男仔學識咗幫女仔辨認37同重樓，女仔就學識咗喺男仔被打到鼻青面腫嗰陣，默默遞上一塊乾淨嘅麻布。佢哋之間嘅對話並唔多。有一次，望住遠處趙皇宮輝煌嘅輪廓，滿面乳青嘅嬴政突然問：等我翻咗秦國，我要帶兵翻嚟，我要將嗰啲打我嘅人，仲有佢哋嘅屋企全部埋入土入邊。呢係法家思想最原始嘅雛形，以暴制暴，斬草除根。正喺賭藥嘅阿房之手頓咗一下，佢望住呢個比自己細幾歲，眼入邊卻燃燒住地獄之火嘅男仔，輕輕搖咗搖頭，將佢哋埋咗。你條腿就唔痛啦咩？唔痛啦。嬴政咬住牙講：佢哋死咗，我就永遠安全啦。但係咁樣會有更多好似你一樣嘅細路，冇爹冇娘，被人掟石頭。阿房將倒好嘅藥嚟遞俾佢，藥係為咗令人活落去，唔係為咗令人死。呢個時候嘅嬴政聽唔明呢句說話，又或者話佢聽明咗，但唔敢信。喺佢嗰套殘酷嘅生存邏輯入面，活落去嘅唯一方法就係變成最兇狠嘅野獸。如果佢聽咗阿房嘅話，變得柔軟仁慈，咁喺呢個弱肉強食嘅邯鄲城入面，佢活唔過3日，呢就係命運最荒誕嘅地方。為咗保護自己唔再受人欺負，呢個男仔必須親手殺死內心嗰個會被女仔愛上嘅軟弱嘅自己。佢必須披上一層比一層更加厚嘅鐵甲，將嗰一點點啱啱萌芽嘅溫情嚴嚴實實咁包裹喺最深處。嗰2年嘅時光，對歷史長河嚟講，連一朵浪花都算唔上。但喺嬴政一生入邊，呢或許係佢唯一似返過人嘅日子。
喺嗰段日子入面，佢唔係秦國嘅公子，唔係未來嘅皇帝，只係一個會痛會流血，會因為有人替傷口吹氣而感到一絲戰慄嘅細路。然而喺呢個動盪嘅戰國末期，溫情總係最短命嘅奢侈品。公元前257年，秦軍圍攻邯鄲嘅戰鼓聲越嚟越近，趙國人想要殺掉呢個秦國質子祭旗嘅呼聲亦都越嚟越高。呂不韋嗰個精明嘅商人終於買通咗守城嘅衛兵，準備安排一場驚心動魄嘅逃亡。離開嗰日夜晚，邯鄲落住凍雨。喺母親趙姬拼死掩護之下，年幼嘅嬴政開始咗一場倉皇逃亡。為咗掩蓋行蹤，佢唔可以發出半點聲音，甚至唔可以去同任何人道別。透過馬車嗰啲滿係污穢嘅縫隙，佢最後一次望向呢座帶俾佢無盡痛苦，卻又藏住唯一一絲甜蜜嘅城市。雨水沖刷住街道，黑夜好似巨獸一樣吞噬咗一切。佢冇見到嗰個背住約門嘅身影，車輪碾過泥濘，發出吱呀嘅慘叫聲，每轉動一圈，都係將佢由趙政剝離成嬴政。喺呢個顛簸嘅黑暗空間入邊，嗰個細路或許緊緊掩住膝頭上嗰個早已愈合嘅傷疤。嗰度有一塊皮膚，因為敷過神奇嘅白芨，長得比周圍嘅皮膚都更加平整光滑。嗰係佢身上唯一一塊冇被恨意扭曲嘅地方。時間嘅流速喺歷史記載入邊總係忽快忽慢。對嗰個被塞喺糞車入邊逃離邯鄲嘅男仔嚟講，之後嘅30年係一場漫長而酷烈嘅淬火。當命運嘅指針撥到公元前228年嘅時候，嗰個塞宿喺破廟入邊需要靠咀嚼3七嚟止血嘅趙政已經死咗。企喺我哋面前嘅係一個身穿原色黃袍、腰間懸住長劍嘅正值盛年嘅秦王嬴政。嬴政翻到咸陽之後嘅日子，遠比喺邯鄲捱打更加可怕。喺邯鄲，敵人係明面上嘅鄰居同細路，但喺咸陽，敵人係帶住笑容嘅親人。佢首先失去咗一個父親，嗰個將佢當成政治籌碼嘅莊襄王，好早就離世，留俾佢一個巨大而空蕩蕩嘅王座。緊接住，佢失去咗對兄弟嘅信任。佢嘅弟弟成台，嗰個同父異母嘅手足，喺出征途中舉兵叛亂，最終失敗。呢對嬴政嚟講，係嚟自血脈親情嘅又一記重擊。然後係權臣呂不韋，呢個對佢有再造之恩。權傾朝野嘅常邦，用一種近乎令人窒息嘅控制欲，試圖將年輕嘅王變成自己手中嘅提線木偶。但最致命嘅一刀來自佢嘅母親趙姬，呢或許係秦始皇一生入邊最難以啟齒嘅忍痛，亦都係佢後來嗰種深刻到近乎病態嘅厭女症根源。喺嬴政最需要母親支持嘅歲月入面，趙姬卻喺金泉宮入面同一個名叫羅睚嘅假宦官上演咗一出荒誕絕倫嘅醜劇。佢哋唔單止私通，甚至生低咗2個私生子。當嗰個粗鄙嘅羅睚喺醉酒之後自稱係秦王嘅假父嗰陣，嬴政嘅世界觀徹底崩塌咗。嗰一刻，童年時阿房女替佢敷藥嗰陣留下嘅嗰一點點溫情被徹底凍結咗。佢意識到喺呢個世界上，血緣係靠唔住嘅，恩情係會變質嘅。唯一嘅真理只有手中緊握住嘅冰冷權力。於是佢舉起咗屠刀，佢摔死咗嗰2個同母異父嘅弟弟，逼死咗仲父呂不韋，囚禁咗生母趙姬。呢一連串動作
快準狠，好似一部精密嘅收割機，切斷咗所有牽管住佢嘅人類情感。就在呢種極致嘅孤獨同堅硬入邊，公元前228年，秦軍嘅黑色旌旗再一次遮蔽咗邯鄲嘅天空。後來，當佢以絕對征服者嘅姿態重返邯鄲嗰陣，對嬴政嚟講，呢係某種扭曲嘅還原。史書記載，佢翻到邯鄲，下令將所有當年同佢母親家有仇怨嘅人全部活埋。已經擁有天下嘅秦王喺破城嘅第一時間，冇去召王公清點財寶，亦都冇去接受百官嘅朝拜。佢帶住一隊親衛，憑住驚人嘅記憶力，行入咗嗰片好似貧民窟嘅舊居。佢記得每一個當初向佢掟過石頭嘅人，記得每一張向佢吐過口水嘅臉。復仇開始咗。呢唔係一場戰爭行為，呢係一場私人恩怨嘅清算。喺嗰啲熟悉嘅陋巷入邊，慘叫聲此起彼伏。嬴政面無表情咁望住嗰啲曾經喺佢頭頂耀武揚威嘅大人，此刻好似埋蟻一樣跪喺泥地上求饒，埋咗。佢只係講咗2個字，泥土一鏟一鏟咁落下，掩蓋咗哭喊，亦都掩蓋咗佢童年嘅屈辱。呢種極端嘅暴力，係佢用自己嘅方式治癒嗰個曾經受傷嘅小男孩。佢以為只要將製造噩夢嘅人全部埋葬，噩夢就會結束。但喺殺戮嘅間隙，佢嘅目光始終喺人群入邊搜尋。佢喺揾嗰個唯一冇向佢掟過石頭嘅女仔。佢用最殘暴嘅方式毀滅呢座城市，卻又企圖喺呢片廢墟入邊揾到嗰朵名為溫柔嘅幸存之花。終於喺一片用嚟安置傷兵嘅難民營入邊，佢揾到咗佢30年嘅時光，喺阿房嘅臉上留下咗風霜痕跡。佢已經唔再係嗰個紮住羊角辮嘅小女孩，而係一個成熟嘅醫者。但嬴政一眼就認出咗佢嗰種喺血腥同混亂入邊依然專注平靜嘅神情，同當年喺女媧廟入邊替佢敷藥嗰陣一模一樣。一邊係嬴政，佢騎喺黑色嘅高頭大馬上，身後係殺氣騰騰嘅秦軍鐵騎，佢嘅玉女甲上沾住唔知係邊個嘅鮮血，手中握住像子生殺大權嘅太亞劍。佢係呢場災難嘅製造者，係死神。另一邊係阿房，佢着住沾滿灰塵同血污嘅粗布麻衣，跪喺地上，正在替一個斷咗腿嘅趙國士兵包紮。佢手入邊冇武器，只有草藥同麻布。佢係呢場災難嘅修補者，係生機。周圍嘅喧囂仿佛喺一瞬間靜止咗。嬴政翻身落馬，嗰雙曾經被阿房握住過嘅手，如今帶住像子皇權嘅護庇，佢一步一步行向佢。周圍嘅趙國難民驚恐咁後退，仿佛見到惡魔逼近，唯獨阿房冇退。佢處理完手上嘅傷口，先至緩緩抬起頭，四目相對。喺嬴政嘅預想入邊，呢應該係一個榮耀嘅時刻。佢想話俾佢聽，你睇，我贏咗。當年嗰啲欺負我哋嘅人，我全部殺光咗。我而家係天下最有權勢嘅男人，我可以俾你一切。佢伸出咗手，掌心向上。呢係一個邀請，亦都係一個命令，跟我返咸陽。嬴政嘅聲音低沉而沙啞，帶住一種不容置疑嘅自信。嗰度有全天下最好嘅藥材，有住極都住唔完嘅宮殿，再冇人敢令你受苦。然而阿房冇去接嗰隻手，佢嘅目光越過嬴政寬闊嘅肩膀，望向佢身後嗰座正在燃燒嘅邯鄲城。火焰吞噬咗街道，濃煙遮蔽咗太陽。佢聽到嘅唔係勝利嘅號角，而係香鄰們嘅哀號。
佢見到嘅唔係王者嘅榮耀，而係遍地嘅屍骸。佢企起身，拍咗拍膝頭上嘅塵土。喺呢個動作入邊，有一種令嬴政感到陌生嘅疏離感。趙正，佢叫出咗嗰個已經被埋葬嘅名字，聲音依舊軟糯，卻好似一把軟刀仔。你個膝頭仲痛唔痛？嬴政愣咗一下，早就唔痛啦。佢回答，下意識咁挺直咗脊梁。寡人而家冇人傷得到。可是阿房望住佢雙眼，嗰雙眼睛入邊曾經藏住受傷嘅小狼，如今卻只剩低一片荒蕪嘅沙漠。你將大家都殺晒，邊個嚟替你高興呢？呢句說話好似一根針，刺穿咗嬴政嗰副堅硬嘅驢內架。佢感到憤怒，一種被誤解、被拒絕嘅憤怒。佢唔明白，為咗走到今日，為咗能夠企喺佢面前保護佢，佢付出咗幾多代價，殺死咗幾多個軟弱嘅自己。佢將成個趙國作為獵物踩喺腳下，只係為咗向佢展示自己嘅強壯。但喺佢眼入邊，呢啲唔係豐功偉績，只係罪孽。你唔明。嬴政收回咗手，語氣變得冷硬。呢係戰爭，係佢哋先負我。藥係為咗令人活落去。阿房重複咗當年嗰句說話，嗰係佢哋之間跨越30年嘅唯一暗號。唔管係秦人定係趙人，嬴政沉默咗。佢望住眼前呢個女人，突然意識到一道無法跨越嘅鴻溝。佢相信嘅係秩序，係用絕對嘅力量去終結混亂，哪怕代價係血流成河。而阿房相信嘅係生命，係每一個具體嘅會呼吸嘅人嘅尊嚴。佢想要佔有佢，唔單止係因為愛，更加係為咗證明自己嘅勝利係完整嘅。如果連當年唯一見證過佢軟弱嘅人都唔臣服於佢，咁佢嘅征服就係有瑕疵嘅，由不得你。嬴政轉過身，唔再望佢嗰雙悲憫嘅眼睛。佢對身後嘅侍衛揮咗揮手，帶走。呢唔係求婚，呢係劫掠，就好似佢掠奪六國嘅九鼎、陶植同美人一樣。佢將阿房亦都當成咗戰利品之一，佢要將佢帶翻咸陽，關入嗰座黃金打造嘅籠入邊。佢天真咁以為，只要俾佢足夠多嘅榮華富貴，只要令佢見到大秦嘅強盛，佢終究會明白佢嘅苦心，會好似當年喺破廟入邊咁，溫柔咁撫平佢嘅眉頭。阿房冇反抗，喺秦軍嘅鐵蹄之下反抗係徒勞嘅。佢只係默默收拾起佢嘅弱匿，最後望咗一眼嗰座正在死去嘅邯鄲城。車輪滾動，歷史嘅車輪總係咁無情咁向前碾壓。嬴政騎喺馬上，行喺隊伍嘅最前方。佢贏咗，佢終於帶走咗心愛嘅姑娘，但佢冇回頭。如果佢回頭，或許會發現嗰個坐喺馬車入邊嘅女人，雖然人跟住佢走咗，但係佢嘅靈魂嗰一半屬於邯鄲，屬於草藥，屬於溫情嘅靈魂，已經永遠留喺呢片焦土之上。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國嘅版圖終於好似一塊巨大拼圖，被嚴絲合縫咁拼埋一齊。如果你企喺咸陽宮最高嘅台階上向下俯瞰，你會見到一個前所未有嘅世界。六國嘅城牆被拆除咗，邊境嘅哨卡被推倒咗，甚至連嗰啲原本寬窄不一嘅道路，亦都被強行統一成秦國嘅標準軌距，整個天下只剩低一個聲音、一種文字，同一個至高無上嘅主人始皇帝。呢個時候嘅嬴政39歲，對一個男人嚟講，呢係體能同智慧結合得最完美嘅巔峰年紀。佢唔再係嗰個邯鄲街頭瑟縮嘅細路，亦都唔再係嗰個需要透過殺戮嚟確認安全感嘅青年。佢變成咗神，
史書上話佢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佢廢除咗分封制，建立咗郡縣制，將數千萬人嘅命運收攏喺自己手中嗰支紅色嘅買筆之下。然而就喺呢個權力嘅頂峰，歷史出現咗一個巨大嘅令人困惑嘅空白。如果你去翻閱史記，你會發現秦始皇嘅後宮入邊擠滿咗六國嘅佳麗。據記載，關東六國嘅宮殿被拆除之後，嗰度嘅美女樂器珍寶好似流水一樣被運到咸陽，充盈後宮。但係喺呢成千上萬個女人中間，喺呢座金字塔嘅最頂端，嗰個原本應該屬於皇后嘅位置，卻始終係空嘅。秦始皇係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冇立皇后嘅皇帝，呢係點解？係因為忙咩？顯然唔係。立后係國本，係政治穩定嘅基石，比修路築牆更加重要。係因為冇合適嘅人選咩？齊國嘅公主、楚國嘅貴族排住隊等住呢份殊榮，唯一嘅解釋藏喺嗰個被正史刻意遺忘嘅名字入邊。阿房。等我哋將目光拉翻去咸陽宮嗰場並冇被記錄低嘅朝堂辯論，嗰係統一之後嘅第一個冬天，丞相李斯。呢個法家思想嘅集大成者，亦都係嬴政最鋒利嘅政治工具。正企喺大殿中央，面對住嗰個空懸嘅后位，向皇帝發難：陛下，天下初定，人心未穩，陛下當立六國之貴女為后，以示懷柔，以安關東之心。坐喺高台之上嘅嬴政手入面，把玩住一塊溫潤嘅玉璧，面上睇唔出悲喜。若朕不立六國之女呢，嗰邊當立秦國宮室之女，以固宗法。李斯寸步不讓，嬴政停低咗手上嘅動作，佢微微向前傾，盯住台下嘅李斯，眼神入邊閃過一絲危險嘅光芒。若朕想立一個趙國醫女為后呢？大殿入邊死一般寂靜。李斯抬起頭，佢嘅眼神入邊冇恐懼，只有一種近乎冷酷嘅政治計算。佢太了解嬴政，佢知道呢個男人嘅軟肋喺邊度。陛下，大秦以法治國，講究嘅係軍功爵位，係耕戰之利。一個趙國醫女，出身寒微，既無寸功於社稷，亦無血統之尊貴。佢憑乜嘢母儀天下？難道要令天下人知道大秦嘅皇后係一個曾經喺邯鄲街頭背住若離嘅卑賤女子嗎？卑賤！嬴政冷笑咗一聲，聲音喺大殿裏回蕩。當朕喺邯鄲好似狗一樣俾人踢打嗰陣，你哋呢班高貴公卿喺邊度？當朕流血流到快死嗰陣，你哋所謂尊貴血統喺邊度？嗰就係趙政嘅私情。李斯就咁打斷咗皇帝啦，喺當時係極大冒犯，但佢知道自己必須講。而家坐喺呢度嘅係始皇帝，始皇帝唔需要私情，只需要秩序。陛下嗰個女人可以寵，可以愛，甚至可以俾佢收一座金屋，但佢絕唔可以係皇后，因為皇后係一個政治零件，而佢嘅規格根本唔符。呢場對話最終以嬴政嘅沉默告終，佢最終冇殺李斯，因為佢知道李斯係啱嘅，喺呢個佢親手打造嘅精密如機器嘅帝國裏，阿房確實係一粒無法安裝嘅異形螺絲，但佢亦都冇妥協，佢用一種近乎任性嘅方式表達佢嘅反抗。既然唔能夠立佢，咁呢個天下就冇任何女人配坐嗰個位置，於是嗰張皇后寶座就咁空住，上面落滿灰塵。佢好似一個沉默嘅抗議者，矗立喺帝國權力嘅中心，嘲笑住呢個擁有一切嘅男人。白天，嬴政係嗰架唔知疲倦嘅政治機器。你知唔知秦始皇有幾勤奮？
史書記載，佢每日要批閱整整120斤嘅竹簡奏章，如果唔批完就絕不休息。呢係一個乜嘢概念？呢就意味住佢每日要處理數以萬計嘅文字，要做出生死攸關嘅決策。佢嘅大腦時刻處於過載運轉嘅狀態。但係到咗深夜，當宮燈燃盡，侍從退下，嗰個被稱為神嘅男人會卸下沉重嘅冠冕，拖住疲憊不堪嘅身軀，行入咸陽宮深處一座偏殿。嗰度完全冇堆積如山嘅奏章，亦冇冰冷嘅青銅器，只有一股淡淡嘅藥草香。阿房就喺嗰度，佢依舊住簡單布衣，並冇因為入宮而換上繁複華服。喺呢個金碧輝煌嘅牢籠裏，佢保留咗最後一點，屬於自己嘅邯鄲色彩。嬴政躺喺榻上，閉住眼睛，眉頭緊鎖。常年嘅高壓工作，加上幼年時期留下嘅體質隱患，令佢患上嚴重偏頭痛。每當發作時，就好似有一把鑿喺佢嘅太陽穴上不停敲打。呢個時候，一雙微涼嘅手會貼上佢額頭，嗰雙手並唔細膩，指尖帶住常年研磨草藥留下嘅薄繭。但當呢雙手按上佢穴位時，嬴政嗰根繃緊嘅神經終於咁鬆弛落嚟。外面嗰啲蠢貨，嬴政閉住眼喃喃自語。佢哋只想令朕做個泥塑偶像，佢哋唔明呢個天下如果唔時刻盯實，隨時會散架。天下係散唔到嘅。阿房嘅聲音好輕，佢一邊幫佢按摩頭部，一邊點燃咗一爐安神艾草。散架嘅係你嘅身體，趙正，你有幾耐冇真正聽見自己嘅心跳聲啦？喺呢個世界上，只有佢仲敢叫佢趙正，就唔可以停。嬴政猛地猛開眼，嗰就係充滿血絲嘅眼睛。六國舊貴族仲喺暗處磨刀，北邊匈奴仲喺盯住河套。朕一停大秦就會死，咁你就為咗大秦將自己活活累死嗎？阿房嘅手停咗落嚟，佢望住佢，眼神裏邊滿係悲憫。只有喺呢個冇任何愛人嘅角落裏，佢先可以短暫變翻一個人。佢會向阿房抱怨李斯嘅固執，甚至抱怨今日嘅羊肉煮得太老啦，就係佢唯一嘅精神避難所。呢度根本唔需要講法，只需要講情。然而呢種脆弱平衡終究仲係被打破咗。打破佢嘅唔係政治，而係時間。隨住年歲增長，嬴政開始恐懼。佢唔係怕死，佢係怕佢死後呢個龐大帝國會失去控制。佢實在太自信咗，自信到認為只有自己先可以駕馭呢一架馬車。於是，一種名為長生嘅病毒植入咗佢腦海。方士們終於進攻咗，徐福、盧生、韓忠呢啲滿口神仙方術嘅騙子，揸住咗皇帝最大嘅弱點。佢哋對嬴政講：海上有仙山，山上有神藥，食咗就可以與天地同壽。對於一個理性政治家嚟講，呢本來應該係拙劣嘅謊言，但對一個掌握咗無限資源，卻無法掌握自己壽命嘅獨裁者嚟講，呢就係一根救命稻草。嗰日夜晚，嬴政興沖沖咁嚟到阿房嘅宮殿，佢手裏捧住一隻精緻嘅漆盒。阿房你睇，佢好似個獻寶嘅孩子，打開咗盒子，裏面靜靜躺住一粒紅色丹藥，喺燭光下閃爍住妖異光澤。嗰就係用丹砂圓同汞煉製嘅金丹。呢就係盧生煉製嘅太乙神丹。嬴政嘅眼睛裏閃爍住狂熱嘅光。方士話食咗佢就可以魂魄不散，肉身不腐，
朕要同你一齊食，咁我哋就唔使擔心分離，我哋可以永遠統治呢個天下，永遠喺一齊。阿房望住嗰粒丹藥，面色瞬間變得慘白。作為一名真正醫者，佢太熟悉呢啲嘢。丹砂雖然能安神，但過量就係劇毒。水銀雖然美麗，卻係穿腸嘅毒藥。所謂神丹，不過係慢性自殺一樣嘅毒理。佢抬起頭望住眼前呢個因為長期服用呢種丹藥而面色潮紅、情緒亢奮嘅男人，感到一陣切骨寒意，頂咗佢。阿房嘅聲音喺顫抖，你講乜？嬴政愣住咗，呢就係毒藥。阿房企咗起身，一把打翻咗嗰個漆盒，紅色丹藥滾落喺地上，發出清脆嘅聲響。趙正，你醒醒，呢世上根本冇長生不死，只有生老病死。嗰啲方士係喺害你。方士。嬴政猛地企起身，一巴掌摑咗落阿房臉上，清脆耳光聲喺空曠宮殿裏回蕩。兩個人都愣住咗，呢就係佢第一次對佢喐手。嬴政望住自己隻手，又望住捂住臉殼、嘴角流血嘅阿房，眼中嘅狂熱慢慢退去，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巨大驚恐同懊悔。但佢無法道歉，佢係皇帝，皇帝係唔會錯嘅。你懂乜？嬴政嘅聲音低沉而壓抑，好似受困嘅野獸喺咆哮。朕係受命於天，朕必須活落去。如果係毒藥，點解朕覺得精力充沛？點解朕能徹夜不眠？嗰就係喺透支你嘅命。阿房淚流滿面，佢不顧一切捉住佢衣袖，睇下你嘅頸，睇下你嘅脾氣，你變得暴躁多疑，喜怒無常。呢度邊係成仙，呢就係入魔。夠啦！嬴政甩開咗佢，佢居高臨下咁望住呢個癱坐喺地上嘅女人。曾經佢係唯一真正懂佢嘅人，而家佢覺得佢成咗佢通往神壇路上嘅絆腳石。你實在太令朕失望咗。嬴政冷冷咁講道：朕以為你會陪朕行到最後，哪怕係逆天改命。原來你都同嗰啲凡夫俗子一樣，只相信命數，命數不可違。阿房抬起頭，眼神裏最後嘅光亮熄滅咗。嬴政轉身離去，黑色嘅袍袖帶起一陣冷風，將地上嘅丹藥執起嚟。佢行到門口，背對住佢，留下最後一句話：既然你唔信，朕就證明俾你睇。等朕求得真正嘅長生藥，你會後悔今日嘅無知。大門重重關上咗。嗰一夜，阿房獨自坐喺黑暗中，望住嗰粒滾落喺角落嘅紅色丹藥。佢知道嗰唔單止係一粒藥，嗰就係橫正喺佢哋之間嘅一道天魔。一個相信權力可以扭曲自然法則，一個堅持生命必須順應自然規律。從呢一日開始，阿房宮變成咗一座真正嘅冷宮。嬴政再亦冇再嚟過，佢開始瘋狂巡遊，去泰山封禪，去東海求仙。佢試圖喺廣闊天地間尋找戰勝死亡嘅證據，而阿房好似一株失去陽光嘅草藥，喺深宮中迅速枯萎。公元前212年，如果你去查閱史書，會發現呢就係一個充滿血腥氣與焦躁感嘅年份。呢一年，秦始皇喺咸陽坑殺咗460多名儒生，而喺北疆，蒙恬嘅大軍正鎮守住啱啱奪回嘅河套之地，數十萬勞工正在烈日下修築嗰條蜿蜒萬里嘅長城。成個大秦帝國好似一部已經將轉速拉到極限嘅離心機，發出令人牙酸嘅金屬摩擦聲。坐喺機器核心嗰個駕駛者，此刻正面臨住一生中最大嘅崩潰，唔係因為叛亂，亦唔係因為外敵，而係因為一場安靜離別
喺咸陽宮深處嗰座依然充滿草藥味嘅偏殿裏，阿房病倒咗。當嬴政聞訊趕來時，佢帶來咗一整支太醫團隊，仲有嗰啲煉丹方士啱啱呈上嚟嘅，據講可以起死回生嘅新藥。甚至到咗呢一刻，嬴政依然堅信權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佢習慣咗下令，佢下令山川夷平，山川便夷平；佢下令六國消亡，六國便消亡。所以佢覺得佢亦可以對死亡下令。治好佢，嬴政企喺榻前，聲音冷硬到極，好似喺頒布一道聖旨：朕庫有四海，庫房裏有堆積如山嘅靈芝草藥，誰治唔好，朕就滅誰九族。太醫們跪咗一地，瑟瑟發抖。佢哋將昂貴嘅人參湯好似水一樣灌落去，將不知名嘅丹藥磨成粉，敷喺佢胸口。但係房只係靜靜躺喺嗰度，臉色蒼白如紙。佢望住眼前呢個暴躁嘅喺房間裏來回踱步嘅男人，眼神裏流露出一種深深嘅疲憊。佢知道呢唔係病，呢就係命。趙正，佢輕輕喚咗一聲，聲音好細，但喺死寂嘅宮殿裏，卻好似驚雷一樣，令嬴政停低腳步。佢衝到榻前，一把抓住佢嘅手。嗰隻手曾經溫潤有力，喺佢頭痛欲裂時俾過佢。唯一一點苦味，如今卻枯瘦不堪。食藥。嬴政將一粒金色丹藥遞到佢嘴邊，眼神裏帶住近乎哀求嘅偏執。呢就係徐福從蓬萊求來嘅，食咗佢你就可以好返。我哋講好嘅，要一齊睇萬世基業。阿房偏過頭，避開咗嗰粒帶住重金屬味道嘅藥丸。唔好再呃自己啦。佢望住佢嘅眼睛，嗰雙眼睛裏布滿咗血絲同恐懼。我係醫者，我知道大限到咗，唔准講呢一種話。嬴政咆哮起嚟，好似一隻被逼入絕境嘅獅子。朕係皇帝，朕唔允許你死。你睇，阿房嘴角勉強扯出一絲苦笑。你贏咗天下，卻仲係好似個孩子一樣，以為大喊大叫就可以留住想要嘅嘢。佢費力抬起手指咗指窗外，窗外係咸陽城連綿宮啩，係無數正在為帝國服役嘅勞工。趙正，如果你真係想我走得安心，就應承我一件事。朕應承你，你要乜嘢？要封號定係要珍寶，定係要將趙國舊地都封俾你家？嬴政急切咁問道。停落嚟吧。阿房嘅聲音微弱，卻字字千鈞。唔好再收啦，唔好再令人去填溝壑啦。嗰啲收長城嘅、收皇陵嘅，佢哋都有家，亦有等佢哋翻去食飯嘅女人，將佢哋放翻去啦，俾天下揭一揭。嬴政愣住咗。喺嗰一瞬間，空氣仿佛凝固咗。呢就係一個將死之人最後嘅請求，亦係一個醫者對呢個病態帝國嘅最後診斷。佢喺生命盡頭依然冇為自己求過任何嘢，佢求嘅係嗰啲素未謀面嘅百姓。然而嬴政慢慢鬆開咗手，佢嘅眼神從哀傷逐漸變翻嗰種熟悉嘅堅硬嘅冷酷，嗰就係始皇帝嘅眼神。你病糊塗咗。佢企直咗身體，陰影籠罩喺阿房身上。若果冇長城，匈奴就會南下；若果冇馳道，政令就無法通達。朕做呢一切係為咗萬世太平。你點解就唔明朕嘅苦心？直到最後，佢哋依然喺兩個世界裏對話，一個喺談論具體嘅人，一個喺談論抽象嘅國家。阿房眼裏嘅光芒徹底黯淡落去，佢冇再開口爭辯，亦都冇力氣再爭辯。佢緩緩閉上眼睛，兩行清淚從眼角滑落，沒入髮鬢。趙正，
呢就係佢留喺呢個世界上嘅最後2個字，好蠢啊！手垂咗落去。公元前212年嗰個秋夜，咸陽宮一角塌陷咗。雖然喺物理上宮殿依然威壓，但喺嬴政嘅精神世界裏，嗰一根支撐佢人性殘餘嘅柱子就徹底斷咗。佢冇恰出嚟，皇帝係唔可以恰嘅。眼淚係軟弱嘅體液，而佢係用鐵同血鑄成嘅神像。佢只係喺大殿裏枯坐咗一整夜，冇人知道佢究竟諗緊乜。太醫們早已嚇到魂飛魄散，等待住處決嘅命令。但嬴政冇再殺人，佢只係望住嗰具逐漸變得冰冷嘅屍體，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巨大空虛。嗰就係權力嘅真空。佢發現自己握住天下生殺大權，卻握唔住呢一隻手。呢種挫敗感比失去函谷關更令佢抓狂。如果唔做啲乜，呢種空虛就會吞噬佢。於是，一種病態補償機制啟動咗。既然留唔住活人，嗰就留住名字；既然無法喺肉體上延續，嗰就用土木工程喺地理上永生。第2日上朝，嬴政頒布咗一道震驚整個天下嘅詔令。佢冇俾阿房喺呢個世界上最尊貴嘅封號皇后，因為正如李斯所講，佢根本冇資格。但佢俾咗佢一個更加可怕嘅禮物。佢決定為佢修一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宮殿。呢座宮殿唔叫孝文皇后宮，亦唔叫慈仁宮，就叫阿房宮。喺古秦語裏，阿房意為近旁或闊似阿房。呢本係一個臨時而隨意嘅稱呼，但嬴政固執咁保留咗呢個發音。佢要令全天下嘅人喺未來嘅千秋萬代裏，只要提起大秦最宏偉嘅建築，口中念出嚟嘅就係佢嘅名字。呢係一場瘋狂嘅土木動員，70萬營徒，呢就相當於當時秦國首都咸陽人口嘅總和。呢啲面上刺住字、着住這色囚服嘅男人們，被好似牲口一樣趕到渭水南岸。為咗建造呢座宮殿，嬴政下令砍伐四川同湖北深山裏面嘅巨木。唐代詩人杜牧後嚟寫到蜀山厄那訪出，呢唔係文學誇張，呢係生態災難。無數參天古樹被砍倒，順住長江漂流而下，再轉運到渭河。關中平原上塵土遮天蔽日。嬴政親自審定咗設計圖。呢座宮殿嘅規模大到荒謬，東西500步，南北50丈，上面可以坐萬人，下面可以建5象棋。但呢仲唔係最瘋狂嘅，最瘋狂嘅係佢設計咗一條國道。呢係一條架喺空中嘅走廊，好似一條巨龍，由阿房宮直通終南山山頂。點解係終南山？因為喺秦人嘅信仰裏，嗰度係通往天界嘅門戶。嬴政唔再相信地上嘅醫生，阿房嘅死證明咗佢哋嘅無能。佢而家相信阿房並冇消失，佢只係去咗天上，而佢作為地上嘅主宰，不屑於等待死亡之後嘅重逢。佢要修一條路，一條物理意義上嘅天梯，活住行上去，去將佢揾翻嚟。阿房女一生最痛恨乜嘢？佢痛恨戰爭，痛恨奴役，痛恨嗰啲百姓流離失所嘅宏大罪事。佢死前最後一個願望係俾天下揭一揭。然而為咗紀念佢，嬴政發動咗秦國歷史上最大規模嘅奴役。佢揮舞住皮鞭，逼70萬人妻離子散。佢透支咗帝國嘅財政，榨乾咗百姓嘅口糧。佢用阿房最厭惡嘅方式去表達佢對阿房最深沉嘅愛。呢邊度係紀念，呢係背叛，但佢停唔落嚟。
每當見到阿房宮嘅康土台基高多一寸，嬴政心裏面嘅恐慌就少一分。嗰巨大嘅打樁聲，嗰成千上萬人嘅號子聲，掩蓋咗佢內心深處嗰個死寂黑洞。佢開始頻繁視察工地。此時嘅嬴政已經年近50，佢嘅背唔再好似年輕時咁挺拔，鬢角亦都染上咗白霜。佢着住黑色龍袍，企喺高高嘅土台上，望住腳下好似拉蟻般蠕動嘅勞工。風吹起黃土，迷住咗佢嘅眼。佢仿佛見到阿房，就企喺嗰條未完工嘅梁柱上，着住嗰身粗布麻衣，悲傷咁望住佢。趙正，呢就係你俾我嘅禮物嗎？幻影裏嘅阿房問道。係，嬴政喺心裏回答，眼神狂熱而偏執。呢係朕嘅天下，朕要令全天下最好嘅嘢都圍住你轉，哪怕將呢片關中平原翻到天翻地覆，朕都要做一個配得上你嘅龍。可是呢，係用血做嘅，血有乜關係？嬴政握緊咗腰間嘅太雅劍，指節發白。呢個天下本來就係用血洗出嚟嘅，只要能夠留住你，朕唔在乎流幾多血，但佢留唔住。宮殿修得越高，距離嗰個真實嘅阿房就越遠。嗰個會替佢敷白劑，會替佢按摩頭痛嘅溫暖女人，已經被佢親手封印喺一個名為阿房宮嘅巨大怪物裏，變成咗一個冰冷圖騰。到咗後來，連嬴政自己都分唔清，佢究竟係懷念嗰個具體嘅女人，定係透過呢場浩大工程去填補自己面對死亡時嘅恐懼。阿房宮成為咗一座巨大嘅關於佔有欲嘅紀念碑。佢證明咗權力嘅無所不能，可以移山填海，可以指鹿為馬，但亦都證明咗權力嘅徹底無能。佢無法挽留一個生命嘅離去，亦無法理解一粒溫柔嘅心。公元前212年嘅冬天特別凍，大雪覆蓋咗啱啱康築好嘅土台，70萬營徒喺雪地裏瑟瑟發抖，又有無數具屍體被草草掩埋喺宮牆夾層裏，嬴政獨自一個人行喺嗰條仲未修完嘅通天閣道上。寒風灌入佢嘅袖口，佢感到一種切骨寒冷。呢種凍唔係衣服可以抵禦，亦唔係炭火可以驅散，嗰係絕對嘅孤獨。佢企喺高處，伸出手試圖去觸碰嗰片灰暗天空。阿房，佢喃喃自語，回應佢嘅只有呼嘯嘅風聲同遠處營徒沉重嘅腳鐐聲。故事講到呢度，似乎應該以一場大火作為終局。呢亦都係我哋喺教科書、戲曲同詩歌裏聽過無數遍嘅版本。公元前206年，項羽攻入關中，一把火燒咗阿房宮，大火3個月不滅。嗰紅色烈焰唔單止吞噬咗嬴政嘅野心，亦埋葬咗嗰個關於阿房裏嘅淒美傳說。但歷史總係中意喺最後關頭，俾我哋嚟一個冷峻反轉。等我哋將鏡頭由2000年前拉翻到現代，時間係公元2002年，一支專業考古隊帶住探鏟同刷子行入咗西安、西郊呢片沉睡嘅黃土地。佢哋嘅任務係尋找嗰層傳說中嘅紅土，亦即係大火焚燒之後留下嘅灰燼層。按照常識，如果一座覆蓋300里嘅巨大宮殿被燒毀，地底下應該流傳住大量木炭、紅燒土同破碎瓦礫。然而考古學家挖咗好耐，挖得好深，結果係乜嘢？冇紅土，冇木炭，冇大火焚燒嘅痕跡。喺阿房宮前殿遺址上，除咗堅硬嘅康土台基同少量建築倒塌堆積之外，乜都冇。
嗰座被盜墓喺阿房宮庫裏寫到神乎其神、極盡奢華嘅磨房宮，其實根本就冇建成。佢就好似一座巨大爛尾樓，只係收咗一個底座，豎咗幾條柱，仲未嚟得及封頂，大秦帝國就轟然倒塌。項羽嗰把火燒嘅其實係咸陽宮，而唔係阿房宮，因為你冇辦法燒毀一座不存在嘅宮殿。咁既然宮殿係假嘅，嗰個名為阿房嘅女人呢？翻遍史記，翻遍正史，你揾唔到關於佢嘅隻言片語。佢就好似嗰座空中樓閣一樣，好可能只係民間百姓同後世文人共同編織出嚟嘅一個謊言。但呢恰恰係歷史最迷人亦最荒誕嘅地方。點解我哋明明知道呢可能係一個謊言，卻依然喺千百年時間裏不厭其煩咁講述住呢個故事？點解我哋寧願相信嗰個殺人如麻嘅暴君會喺深夜裏因為思念一個採藥女而痛哭流涕？答案或許藏喺我哋自己嘅人性裏。因為如果唔發明一個阿房女，如果唔俾秦始皇安排一段刻骨銘心嘅愛情，嗰個統一咗度量衡文字車軌嘅男人就真係實在太可怕。如果剝離咗呢段傳說，嬴政就只係一架精密而冰冷嘅用青銅同鐵鑄造嘅政治機器。佢冇弱點，冇軟肋，冇眼淚，甚至冇作為人嘅溫度。呢種絕對理性同強權令我哋感到本能恐懼，所以歷史選擇咗自我欺騙。我哋哪怕用編造嘅方式，都要喺佢嗰件堅硬如鐵嘅內甲上作出一個缺口，塞入去一點點溫情。我哋寧願相信佢修長城係為咗防備匈奴，修阿房宮係為咗紀念愛人，亦唔願意承認佢做呢一切可能只係因為權力嘅慣性同對死亡嘅終極恐懼。阿房女就係我哋獻俾歷史嘅一劑安慰劑，佢代表咗嗰個暴虐時代裏人們對人性未泯嘅最後渴望。如今如果你去到西安，企喺嗰片殘存嘅夯土台基上，風依然喺度吹，同2000年前吹過嬴政耳邊嘅風並冇乜兩樣。腳下黃土沉默不語，佢承載過70萬勞工嘅汗水，承載過一個帝國崛起嘅野心，亦承載過無數後人關於愛情嘅想象。也許歷史上根本冇阿房女，也許嗰個叫趙正嘅男仔早喺離開邯鄲嗰個雨夜就已經死咗。但喺呢條漫長嘅充滿血腥同權謀嘅歷史長河裏，我哋仍然願意保留咁樣一個溫柔嘅夢。夢裏有一個不愛江山愛美人嘅皇帝，同一個不為皇權只信蒼生嘅醫女。喺呢個夢裏，並冇未完工嘅廢墟，只有一座永遠矗立喺記憶中嘅宮殿。嗰係人類面對殘酷歷史時為自己修建嘅最後一座精神避難所。封停咗，故事亦應該結束啦。願你喺今晚嘅夢裏能夠揾到屬於你嘅嗰片安寧之地。對於今日嘅內容，你有乜睇法？歡迎喺評論區討論。呢度係枕住講古，我哋下期再見，晚安。